早安。哇哦，来研究一下。这边一台，哎呦，还好3台。夸张哎！哇塞，还蛮酷的。他是干嘛？监视啊？所以我睡觉他会一直看着我。有声音。哎，我好喜欢这个房间啊！好高哦！哇！真的假的啦？哇！还有冰箱，忘了带脚架。摄影机在这吗？这是摄影机吗？哦哇，这么多台！哇塞！大爷吗？嗨，小姐，静伦。Hello， 你好。小姐，到底？哎，好。你好。好，我就知道最后一个应该是你。全哥，我在这边。应该还有我呀，有。所以你是英文善，欢迎大家来到这个大家庭。那接下来14天，各位就是同居的密友。这房子是属于你们的，你们是主人。有酒吗？一切都是自己。真的啊？所有生活上的一切都是自己。所以你是想要放假吗？你在这里啊？对。如果中青顺利啦，对。红队经理，对。红队经理什么意思？他是全明星运动的红队经理。哦，红队我知道，他是全明星运动，我当然知道。那春哥是哪一队？春哥不是跟你一队的吗？春哥不是跟你一队的吗？记一下，他等下罚一杯。我觉得先想一下，就是几点吃饭。对，不然我们如果去很远的地方，然后回来来不及回来怎么办？对。大概5到7点这样，5到7，5点会不会太5到7，5到7感觉很容易饿哎。我吗？我一开始就是以为，就是一直在观察中我们生活的细节，然后观察每个人，然后也真的没有想过是大家会一起要出去做什么事情啊什么的。因为我们认识彼此之后，就觉得，我们很多的共同点是一样的。然后我觉得在这个节目就是会让自己更了解自己，然后发掘到你内心最深处、最想要完成的或是没有完成的事情，然后不止你一个人，是大家全部都会支持你去做一件事情。